你很常跑的黑非洲，为什么会开始对非洲有兴趣好奇？因为你到台湾嘅艺术学院，你好动到，其实你好动到殖民历史，日本嗰些人蛮控制台湾，然后谈起来啲从历史为好咧，不过其实到台湾的艺术，你未好动到，因为当代艺术基本上就係一只对抓下社會嘅一只咋個係想，你就係講係一只批判的思考。所以動到你今日遇到的問題係到殖民那些就發生了，所以你可能會從啲會轉一款，其他世界發生乜嘅事情。但係喺到德國突出的世界，佢哋未有啲從台灣去，不過佢哋面對嘅係佢哋自家嘅殖民的問題，從德國可能跳擺就有殖民過多哥，還有卡麥隆 Cameron，不過佢哋討論殖民的問題，係老你冇強咯。我做的有一隻譬喻啦，從佢哋會討論到東道就講膚色的問題，胖音、烏音。不過對你來講，你冇呢個問題，因為可能日本人咯、台灣人本質上你看的這些唔會差很多，所以有人就決定講，假使我會撈台灣的情況，還有了幾家世界的藝術產生一個對話的方法，就係從你大家視角去看兩下非洲、撈歐洲還有撈亞洲之間的關係了。我哋也當過有看到嗰度有五個研究，還有五個展覽，我哋對那一塊是講，你感覺也咩？也個清楚。你講我即個做嚟嘅？我哋睇也片看到嘅，也個係先前睇北美館，那係當代藝術館。當代藝術館嘅展覽。底部有一個打光。係，嗰時我度喺看嘅係。我喺度非洲一些發現，佢哋用嘅智慧型手機，然後你冇強用。不過到非洲台電影用嘅係一隻叫傳音手機嘅 Techno。然後後來我去看，然後傳音手機，我發現佢係中國做嘅，不過佢要出到非洲賣點，所以到配地方你係賣唔到嘅，出非洲就嚟賣。不過因為台灣的你的晶片咯技術動好嘛，所以嗰世界傳音手機會去發展一隻動特別的演算法嚟，佢哋就是青島你的發哥聯發科來，然後佢哋設計佢哋的演算法，所以大家展覽就來討論，有乜嘅問題啊，還有你係唔係一隻新的？你講的科技的一種控制啊，或者係科技的殖民啊，了。